歡迎收聽線上兒童廣播節目《懶瞓豬講故事》。依家成為我哋喺 Spotify、Apple Podcast 或者 YouTube 嘅月費訂閱會員，就會聽到額外開放俾會員嘅故事啦。今日要講嘅故仔係《松鼠的秘密約定》，作者阿粒。喺一個涼風陣陣嘅秋天裏面，所有樹葉都變成金黃色。呢個時候，亦都係最多小動物出嚟搵嘢食，準備足夠嘅糧食，度過寒冷嘅冬天。小松鼠都唔例外，佢每日都喺樹林入面蹦蹦跳跳去搵食物。佢會喺書包塞到滿晒嘅時候，先會返屋企㗎。仲差少少，我要再努力啲搵食物，咁樣我就可以喺冬天嘅時候食得飽飽啦。小松鼠講完，仲拍咗一拍自己個肚皮，然後用嘴擔住啱啱執到嘅果實，從樹上跳落地下。當佢跳到地面嘅時候，個頭俾人用力敲咗一下啊！哎呀，邊個打我個頭啊？小松鼠望望後邊，咦，冇其他小動物喎。原來係有一粒大栗子從天而降，跌咗落嚟啊！哇，係好大粒栗子啊！我真係好好運啊！呢粒大栗子足夠我食一個星期啊！小松鼠用力執起呢粒大栗子，但係佢發現太重啦，所以佢決定用碌嘅方法碌呢粒大栗子返屋企。嘿呀，嘿呀！小松鼠，請問你可唔可以唔帶我走啊？大栗子，點解啊？你聽我慢慢講啦。小朋友，如果想聽埋落去，就加入成為懶瞓豬講故事嘅月費會員計劃。你哋將會額外聽到只開放俾 Podcast 會員嘅兒童故事，故事涵蓋各種主題㗎。記得得閒就聽懶瞓豬講故事啦。